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带领，感谢蔡牧师、小会员的接纳，互我甲牧师娘会当伫安养中心来服侍、来学习、甲成长。今仔日真欢喜来伫遮，甲大家三甲来分享上帝话以及报告伫三芝安养中心所做的事工。伫20世纪初，德国心理学家蔡格尼伊发现一个现象：还未完成的工作，也是还未达成的目标，就会一直藏伫人的心内，影响每一个人工作的情绪，都要一直到这个工作目标来达成为止。这种心理不安的现象，称作蔡格尼效应，就好亲像咱咧听一首的歌，听，忽然间把这首歌关起来，这首歌就无结束咧，无结束，这首的歌就伫咱的头壳内，伫咱的心内，就一直咧洗，一直咧洗，搅扰伫咱。伫2015年86岁的阿嬷李五敏，伊伫彰化基督教病院的双年大学咧读的时间，伫厝内突然昏倒，昏迷指数是4，伫病院的治疗期间，双年大学的同学大家就去甲伊加油，甲伊打气，所以伊就产生一股的气力，就爱倒转去，一定爱转去学校来读册的意志。伫这个意志支撑之下，互伊得到气力。3个月后，真奇迹发生，就是伊醒起来，来继续伊的学业。6月毕业典礼，伊就亲像这张图共款，穿着这个博士服来领毕业证书，来圆伊想要来读册，读到博士的面梦。李五敏伊就表示讲，已经感谢同学大家不断来鼓励、来加油打气，互伊的心内有一个想法，迄个是伊心内想讲，无论如何，我一定都要好起来，搁来读双年大学，甲大家做伙来上课。这也就是蔡格尼效应。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心中，是毋是还未完成的事工，还是还未达成的目标有无？趁咱有人讲话有吼，感谢主吼，趁咱还阁有体力的时，咱来完成，安尼咱的人生才袂遗憾啦。下面咱要做伙来分享，年老的时，有缘来结果子，诗篇92篇。诗人来画出一幅真强烈对比的图，就是歹人甲义人的对比。诗篇92篇第7节，咱做伙来读。歹人发生亲像草，一切做歹的人无成的时，这是因灭无到永远。伫遮讲到歹人，就亲像草共款。因为伊的根无侵入伫土的内面，所以当炎热也是抗旱来临的时阵，伊就会孤单。换句话讲，就是歹人伊无成真兴旺，但是这个拢是暂时的结果毋是干那去互风吹散，伊也会永远消失灭无。92篇第9节，咱来读。耶和华，你看你的对敌，的确灭无，一切做歹的人也要四散。再来，咱来读第1篇第4节。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粗糠，互风吹散。歹人就是安尼，会消失灭无。因的兴旺只是暂时的拿定，若是义人却毋是安尼。义人伫12节有来讲起，来咱来读。
义人要兴旺，亲像左树；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北香树。伫遮讲到两种树啊，第一种的树啊，就是左树，也是伫和合本安尼讲是樟树啦。伊的特色就是生了真悬，直直直，伊是真有路用的，伊的果子会当来供应人的食物。每年6月夜早成熟的时，这个果子真有水分，真有营养，所以穆罕默德讲左树是咱的老母，左树是咱的老母。伊毋干那安尼若定，伊嘛当提供咱所需要的材料。咱若要做锁啊，要做草树啊，厝顶要砍。这个拢会当用伊来做建材。伊嘛有真特殊的能力哦。这个左树虽然悬悬啊，但是大风咧吹的时阵，伊真柔软，会当来压腰伫上恶劣的这个大风雨的当中，伊悠然会当来生存。咱知伫沙漠当中会当生存落来的树啊，真少。但是樟树伊是其中之一。有樟树的所在，就会当来形成绿洲因为伊的根深入伫即个地的内底，靠伫讲有水源的所在来吸收。咱来看，这个是以色列的云角啊，十舍克的云角啊。咱看伫中有一丛树啊，有无？迄丛树啊，结果子侪侪。这丛树啊，就是左树。伫左树的边啊，安尼有一个小小以色列的国徽。伫这个国徽有2支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所以以色列的国树就是橄榄树。但是左树依然是犹太民族真重要的象征，也是以色列因真重要这个农产品当主耶稣入去伫耶路撒冷的时，众人就是摕着啥？樟树，就是椰子树，树枝来欢迎主耶稣。涂骹铺的，也就是樟树枝过来，咱来看第2种树啊，就是北香树。黎巴嫩北香树是群岛内底侪树啊当中上好看、上水的树啊。伊会当生长真悬，会当悬到伫36公尺，36公尺差不多就是14层楼，比咱双连狗的较悬淡薄若定伊的腰会当粗，真粗到12公尺，有的北香树会当活到2000年。伊提供所罗门王圣殿内墙甲砖塔的材料，是真好的建材。黎巴嫩的北香树就是象征力量、荣耀甲美丽，这是一个真好的树啊。所以诗人就安尼来讲，好亲像就是讲，这个义人都会亲像这个树是贵重的，因的叶常常青翠，而且结果子侪侪，充满了活力。14节，来，咱做伙来读。因年老的时，犹原要结果子，因会食满满，色青翠。义人的生命是非常的丰富。伫第10节的所在，咱来读，是你予我的角牙悬，亲像野牛的角，我是受新的油抹的。伫遮有讲到义人会亲像角这个角是啥物？角就是代表力量，代表生命义人要重新得到快乐、兴旺、勇壮，毋是干那当退休若定，当退休真好，但是当退休就爱搁活到年老的时阵，就爱还佫有精神饱足亲像一尾活灵安尼，亲像少年人安尼安尼活老才有意义。就亲像啥人？就亲像加勒啦加勒伊安尼来讲，来咱来读，看耶和华照伊所讲的，
互我活地已经45年，就是对以色列人行伫旷野。耶和华甲摩西讲这个话的时，看现今我85岁啦，我也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真正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加勒，伊嘛是有蔡格尼效应哈，因为当迄日。摩西找见12个探仔，伊嘛是其中之一。入去看伫迦南地怎样？12个探仔完成了后，倒转来报其中10个报歹消息，讲哦，哎呀，太危险嘞，唔通去哦。迄吼，拢大阿拉族的人呢，大汉人呢，伊看咱哦，亲像草蜢啊共款。迄若入去吼，去小者包死的啦。哇，要安怎？民主嘛，投票嘛，或者。10比2，结果都唔敢入去啊！所以民主伫教会内底唔是民主，伫教会内底是神主，是上帝做主。民主无法度来表达我不是无法度来表达上帝的旨意。加勒咧，加勒伊的心内伫遮有讲，45年来，伊拢啦准备心，若是讲阁有机会，伊就要真正好的真正，伊一定要冲入去迦南地。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的确甲咱伫地，咱行一水咧所以45年来，伊拢一直备班伫即个时刻，伊一直准备心所以咱会当知影，义人的兴旺，迄个秘诀到底伫倒位？就是伫13节的所在，咱来读。既然在伫耶和华的厝的。要兴旺伫咱的上帝的院内，在伫耶和华的厝的，就是指遵守上帝的话，照上帝的话去行的人，因要甲上帝结合做伙，因的根深入伫上帝的内面，所以这个义人，因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咱拢亲像甲一个插头。上帝就亲像一个发电机共款，你有真多气力，源源不断的气力，对上帝内面一直伫遐来发出。只要咱结连伫上帝，哇，咱知啦，迄个气力通讲是非常非常的大。迄咱知影，电啊插落去一间工厂几啊百台、几啊千台的机器砰砰砰砰一直咧运转所以咱一定得爱结连伫上帝。诗篇第1篇第2节、第3节，咱来读。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散书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所以咱会当知影义人。就是将伊的树，这个树栽伫溪边，这是有目的的，因会当去收伫遮的水，互伊会当来长大。咱也是共款，爱有心，结连伫上帝，爱读主的话，照伊的话去行。那安尼，咱就是到年老的时，犹原会当结果子多。俗语咧讲江山易改，本性怎样？本性难移，这句话是唔对的本性一定可以移，因为若有人踮伫基督，伊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的代志拢过去，大拢变成新的。那是上帝，咱所信的上帝，无法度改变一个人的个性。这个上帝，咱唔免信，咱会当来离开所以。上帝是各真各爱的上帝伫最近咧带这个幸福小组，一个员工伊就做见证。过去你爱食薰，搁你食冰卵，食到足香的，规个喙拢红记记，搁爱跋筊。但是当伫伊的太太引带下面，认捌伫上帝了后，渐渐就将这个拢来改掉。上帝是各真各爱的上帝。咱的个性伫主的内面，一定会当来得到改变。莫非34年，我亲身体会，教会若要兴旺，咱若要成功，
一定得爱建立伫即个正人爱读上帝的话，爱思考主的话，爱常常祈祷。所以，无论伫过去牧会教会也好，还是安养中心，然后一直读即个读即个每日读经灵命日粮活泼的生命每日亮光，一直鼓励大家读，利用逐款的机会，互大家会当认捌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各真各活。来，咱来看即个图，伫即个韩国首尔有一个安重根纪念馆，伫外面有一个足大的石头。即个石头用韩文甲即个中文做伙写，写着一句话讲：合成善败，万古定理。就是讲，咱若会当合一，咱就会当成功；咱若散喷喷，咱就会失败。合成善败，万古定理。这一句话内底，上重要的字就是合。合之字就是正人一支喙，正人一支喙。迄支喙上的喙，毋是牧师的喙，也毋是中级的喙、会友的喙。迄支喙上的喙，上帝的喙。咱也会当用上帝的喙做咱的中心，咱会当追求上帝的心意，教会一定会兴旺啦，所以，伫咱的生活内底，咱爱常常读主的话，思考上帝的话，咱常常做爱即句话，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互孤单，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跟快乐，拢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内在的。外在的东西，外在的物件有一个特色，会当得到，换会失去；内在的物件是无人会当抢走的。亲像咱所读的册，咱的智慧、咱的经验，这拢是内在的，无人会当抢走。所以内在的物件，快乐甲喜乐，拢是内在的物件，是家己决定的。咱要有偌快乐，就会当有偌快乐。所以伫中心常常甲阿公阿嬷勉励讲，咱若家己每一天目睭铁金的时阵，爱讲我要快乐，我要快乐，我要喜乐，伫遮毋是讲因为囝儿讲要转来看我，我就真快乐，若无转来就忧头甲面，你流目屎，也是讲你天气好，出日头，我就足欢喜的，落雨我就心内足无欢喜的，毋是安尼，欢喜。快乐、喜乐，拢是家己决定的。所以每一天早起的时阵，都爱甲家己讲：我要快乐。讲着讲一个阿嬷，伊的先已经90岁啊，伊的先生过往，囝儿拢伫外国，剩伊一个。伊也想想咧，好，伊就搬去伫安养中心，手续办好了后，行李到伫即个大厅，等社工人员带去到伫房间。哇！当社工来的时阵，行李也赶咧，搭阿公即个阿嬷带伊坐电梯，就搭阿嬷介绍讲：阿嬷，你要去迄个房间内底迄房间有啥物配备这阿嬷甲囡仔共款，听着讲食的时阵迄面你笑啊欢喜啊，好够好的，真好真好。社工就来讲：阿嬷。你也未看到，毋免遮早欢喜，看到了后才欢喜啦。这阿嬷来讲，毋是，欢喜快乐是家己决定的。我毋是看到，我才要欢喜快乐。我是决定啊，我决定我要快乐，我无论如何，我就是要欢喜，要介意迄间房间。所以伫遮互咱知影，快乐是家己决定的。咱每天透早的时阵，爱甲家己讲。我要喜乐，来，大家讲一遍来。我要喜乐，搁一遍来。我要喜乐。逐工目睭铁金的时阵，爱甲家己讲，我要喜乐。无论讲是毋是人今仔日讲一句真酸的话，无论是讲咱拄着挫折，无论讲身躯白痛，迄拢是外在的。咱爱甲家己讲，我要喜乐，咱爱家己决定。所以，这个小说家林肯总统伊讲，人想要有偌快乐，就有偌快乐。
快乐是家己决定的，所以想要唱歌的人，无论去到倒落，拢会当找到歌曲伫遐来唱，所以这个小说家，这个雨果，伊就讲一句话，伊讲冬天伫我的头壳顶，但是伫我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春天，有一个永远的春天。如果平常时，咱也当为着家己准备好一个50个、100个春天，那安尼，当咱心灵、肉体的冬天来临的时，就会当互你的朋友来看见伫迄个具体的平安。这个春天是甚物？就是厝内的人，是咱的朋友的友情，是咱甜蜜的回忆，是咱所唱的圣诗。是咱所读的圣经，当咱艰苦白疼的时，上帝的话就会铺伫咱的头壳内，成做咱快乐的源头，支持咱。当咱安尼艰苦的时，圣诗就会一直唱，一直唱伫咱的心内，互咱产生无比的快乐，真勇敢来行过死荫的山谷。其中上大的春天，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有应允，要甲咱伫地到伫世间的落尾。最后，甲大家来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就是咱所敬爱彭蒙惠宣教师，今年96岁，伊依然保持伫即个好奇心、学习的心，到伫今仔日，还阁是精力充沛。每一天早起7点入去伫公司，5点来下班离开。56岁学潜水，60岁学电脑，伊今年来到伫台湾72年，每一天拢是安尼欢欢喜喜，充满了喜乐。每一个看到伊的人，拢有这种的感受。但问伊，你是安怎这么快乐呢？怎么这么喜乐呢？伊就解释讲，这个喜乐joy，这个 joy 就是 Jesus。伊将主耶稣放伫第一位，all 就是 others， 就是将人其他的人来放伫第二位。Y 就是 yourself， 将家己放伫后壁。伊做一世人的宣教师，伊体会只有将家己放下，交伫上帝的手，安尼咱才会有真正的喜乐。伊将家己的长岁寿放大规公落伫即个正面的思考，伊讲，咱毋通一直看咱欠缺的所在、失去的所在，逐工伫遐害惨。这个宣教师，伊成长是一个物质欠缺、丧乡的家庭。伫伊的厝内，伊有8个兄弟姊妹。伊的父母，逐假是讲，都爱分享、爱知足、爱常常喜乐。所以，伊建议大家。食到老，咱毋通停止，即马还阁咧做诶代志，食到老，咱毋通停止，即马还阁咧做诶代志。所以活到老，就爱安怎？学到老，学到老就爱创啥？爱做到老啦，活到老要怎样？学到老，学到老要怎样？做到老，爱服务到老，安尼所以老毋是讲年纪老的专利，老就是咱放弃了，我们不要再学习了，我们不要再成长了，那一瞬间我们就变老了，也就是讲到老的时，咱永远都爱来结果子，而且要来甲大家分享，伫双连三支安养中心所做的事工，咱会当知影，照这个灵性照顾。就是要补上照顾最后一块拼图思想决定一切人的心是上重要，因为人有什么款的思想，就有什么款的行为，有什么款的行为，就有什么款的性格，有什么款的性格，就有什么款的命运。人的命运就是对倒开始，对咱的思想，对咱的心所以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开始？从心开始，咱的心。一定都爱有上帝话来充满所以人咧问讲，你双连安养中心哪拢摕第一名的你是甚物款的秘诀有甚物甲人无共？
咱的安养中心都是有上帝的话，咱有礼拜堂，咱有敬拜上帝，咱掠上帝做中心，所以咱会当做了比别人较好，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伫遮每礼拜用一礼拜来算，礼拜日有10点有主日礼拜，这个单周就是台语，若第二周就是华语，即马牧师拢你讲道拢甲录音起来，台语、华语拢录音，所以无论你听啥物拢会当得到录音，安尼会当来听到今仔日的讲道，若无来做礼拜，也是讲你今仔日轮值的，共款拢会来互你，互你会当得到讲，今仔日听到牧师的讲道，过来举行圣礼节，拜一。就伫院内来做探访，遐有软弱、身躯袂疼，带因来祈祷。拜二的时，阮有即个华语甲英语的诗班，伫拜三，有即个牧羊小组，就是办公室的小组，遮的干事甲牧师娘做伙来做礼拜，读活泼的生命，伫遐有分享，计划遮的事工，每个月。第一个拜三，阮就有伫下晡1点有即个员工礼拜，每一个单位就会派因的工作人员来参加礼拜，互因的心内会当有上帝的话，伫遐因就会当安尼搁较有好的服侍，搁有即个员工爱邻团契，做伙伫遐读活泼的生命，嘛有读经祈祷会，就是拜三下晡4点到4点40。读灵命日粮，伫遐请长辈踮厝里先读，甲伫迄个时间的是牧师遮豆豆来分享，就是拜三中昼安尼有时有开即个主管会议，伫主管会议也是行政会议，大省的时牧师就先带大家爱读圣经，用上帝话来勉励，带因祈祷，互因来认捌上帝，到伫拜四。伫3月28起，也有办即个主管幸福小组，有分2组，通过即个幸福小组，互遮的未信者，因咱搁较认捌伫上帝，互因有上帝话藏伫伊的内底，当遮的员工认捌伫上帝话的时，因就会当知影。服侍者的长辈，就亲像服侍主耶稣共款，伫遐有谦卑的心来服侍。伫下晡有圣歌队的练习，到伫拜五，阮就会去牧师娘去到伫养护区、去安养区、师资专区，伫每一个路程，带因来唱诗歌，分享上帝话，以及带因祈祷。若当中有身躯袂疼需要关心的，牧师就带因带因来祈祷。伫拜五的中昼1点有即个主管职场祷告会，伫遐互相安尼来关心，伫当有到中心内底有欠缺的代志，身躯袂疼的人，伫遐阮为着因来迫切来祈祷。到伫拜六的时，每个月第一个拜六拢有圣经课程，我来带，搁有伫下晡，有即个长者的庆生会，常常拢会举办即个音乐诗歌布道会，嘛会举办家属的座谈会，或者的家属会当来反映因对伫中心有甚物款的建议，伫遮。你会当来得到帮赞，伫即个临终关怀，无论是无规划，无论去到伫即个礼宾，也是伫安养中心，拢关心伫遮的为族，互因毋甘的心来得到安慰，伫节期的活动内底，会照遮的节期，无论是新春感恩礼拜，牧师甲牧师娘，拢会摕糖伫迄个大门请大家，食好甜甜，信仰哪加天，食好甜甜，福赛哪加天啦，遮阿公妈阿嬷足欢喜的，迄个糖仔内底，搁有啥？搁有祝福卡，
受到上帝的话，就兰州中秋主日各活节拢有遮祭旗，搁有母亲节圣神降临节，互因伫遮的中秋的内底，游玩会当伫遐安尼有祭旗的活动遮的祭旗就是要帮助因通过伫遮的礼拜仪式，互因倒转去2000年前，亲像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也是讲亲像主耶稣降生的迄暝，摕迄个原点的快乐，互因会当安尼，搁得到快乐来跑走伫头前的路。甲伫即个感恩节的时，阮有3献的活动献3项，献金感谢上帝。第二就是献迄个心对上帝伫今年当中有特别的感谢无？也是讲要对明年咱要对上帝来祈求的，写伫迄个心迄个心就搭伫壁。大家若行过的时阵，拢会当知影什么人欠缺什么，爱祈祷什么什么人安尼心内欢喜什么会当做一个分享。3献，搁一个献就是明年服饰卡譬如讲会当参与伫即个温州报，也是讲即个书献也是大道勇士，有足侪事工，阿公阿嬷也会当来参与互因会当伫即个年老的时候游玩伫即个服饰的内底到圣诞节的时，阮有特别举办员工甲员工家属会庆祝圣诞晚会，毋是干那员工庆祝那定，阁有家属也会当做伙来庆祝，或者的家属会当看到家己的爸爸妈妈，也是家己的囡仔伫即个中心的服侍，迄是一个足欢喜的代志，迄是一个真荣耀的代志。服侍遮的长辈是一项真快乐的代志，所以真感谢咱双年教会咱的长老遮的执事，大家踊跃参与伫即个内底献时间搁献金来到3工互遮的事工拢会当做了真好。伫圣诞节报佳音，真感谢咱的嘉南诗班安尼伫遐带大家安尼来报佳音，遐阿公阿嬷足欢喜的。到伫圣诞主日的时赞美礼拜，唱了真好听有邀请今年嘉南诗班一定都爱搁来伫遐足欢喜的所以咱做遮的事工，通讲非常的有意义。愿上帝坚固咱手所做工一尽亨通互咱稳上加稳，力上加力拄秀凤基长老咧讲，咱是领受2000的，毋是咱是领受5000的咱是即个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咱是大囝所以爱求上帝，互咱5000搁加5000，互咱都会当荣光上帝，利益伫人。三脚头来祈祷，天顶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双年教会是奉上帝你的名来设立的，是正教会内底的大囝，因为你有丰盛的恩典伫双年教会，也有这个责任来派去伫这个社会的需要。主，愿求你施恩看顾，祝福是每一位中级会友身体勇健，互阮拢会当结连伫主里，领受上帝你的恩惠，哪服侍恩赐哪加天，哪服侍听主也哪加天。祈祷靠耶稣的圣尊名，阿免。